你識唔識得嗰啲以船為家嘅水上居民？你又有冇聽過佢哋喺水上生活嘅往事？老兩今次嚟到天河獵德漁民新村，拜訪遷居岸上多年嘅疍家人盧伯。阿伯個仔盧先生咁啱返到屋企，佢見到我件衫上邊嘅培正校徽，就話我聽佢係培正中學嘅畢業生，咁都撞到校友，令我倍感驚喜。呢位盧先生係盧伯嘅第3位公子，名叫盧泰愚，1962年出世。佢嘅童年喺水上度過，當年佢喺漁民小學畢業，以優異嘅成績考上位於東山區嘅廣州市第57中學，而且一讀就係6年。睇過老兩視頻百年培正嘅看官都知道，培正中學喺過去曾經改名為57中，喺上個世紀80年代復名。按照培正學校嘅傳統，我稱呼盧先生為學長。盧學長1980年高中畢業，係培正泳社學子，比廣州培正同學會男維會長細一屆。中學畢業之後，學長繼續深造繪畫藝術同食品加工，從事過多個行業。如今佢經營餐飲供應鏈生意，事業有成，掌握眾多源頭食材同餐飲企業資源。嗰日，我同盧學長傾咗好多疍家人嘅習俗以及佢本人嘅經歷。學長話，水上人家同陸上居民身體最大區別就喺隻腳掌度。疍家人喺船上唔着鞋，習慣5隻腳趾撒開行路，因為可以第一時間感應船體搖晃，及時調整重心，喺船隻之間穿行如履平地。疍家人最廣為人知嘅風俗習慣就係食魚唔反魚。呢點喺我哋視頻嘅評論區已經有好多看官提到，咁你又知唔知疍家人仲有唔救落水之人嘅習俗呢？因為佢哋認為有人溺水就係龍王要攞人，假如救人就係攞自己條命換人哋條命。學長仲話，比如有啲落水救人嘅事例，就係落水嘅人得救，救人嗰個反而浸死咗。但係佢老豆盧伯就偏偏唔信呢個邪，仲曾經救過3個落水嘅人。聽到呢處，大家係咪要同盧伯點翻個讚呢？仲有就係疍家人嘅分族，由於歷朝歷代都打壓疍家人，甚至乎疍家呢個詞都帶有歧視色彩。古代嘅疍家人唔允許同岸上居民通婚，久而久之，水上居民亦都認定呢個慣例，佢哋只會喺族群內部通婚，結婚嘅時候用椰子同鵝過大禮，而且會喺半夜接親。我當時就提出呢種習俗喺潮汕地區都有。學長話好多潮汕人都係沿海居民，佢哋係受到海邊疍家人嘅文化影響，而半夜嫁女嘅做法又係源於古代搶親嘅風俗。學長又話疍家人分為河疍同海疍，河疍聚居喺淡水區域，海疍就生活喺鹹淡水交界。河疍信奉南海神，拜菠蘿廟；海疍就信奉媽祖。由於兩種疍家人嘅生活環境唔同，所從事嘅行業亦有唔同。傳統嘅河疍人家好多都係做捕魚、捉蝦、挖蜆、放牌同餐飲生意。喺清末民初，疍家人做餐飲非常有名，大部分富裕嘅水上居民都係做餐飲起家。佢哋用專門嘅海鮮坊同畫坊經營，特別擅長做婚慶筵席，就連岸上嘅食客都會坐專門嘅駁船上呢啲豪華船隻擺酒宴客。據學長講，當時呢類水上餐飲嘅出品水平遠勝過嗰啲喺岸上嘅老字號酒樓。除咗上面提到嘅正行生意，舊社會嘅疍家人仲會喺船上面經營風花雪月嘅買賣。聽到呢處，大家嗱嗱臨同老兩點個關注先，等我醞釀一下，再繼續講透徹啲。喺下條視頻，我會繼續分享盧泰愚學長嘅疍家人故事，仲有嗰啲你哋最感興趣嘅水上怪談。